生肖三合貴人全解釋。2026丙午年，好多人聽過三合貴人，但唔知佢同六合有咩分別，點樣先係真正嘅三合？2026火馬年點用先最有效？今日用最貼地嘅方式講清三合嘅原理，完整對照表，科學同命理雙重解讀，仲有2026年實戰用法，一次過搞懂。不是所有生肖都合得來，真正能為你托底引路添運的是命中定的三合貴人。佢哋唔係靠討好來的貴人，而是能量同頻氣場相契，天然願意幫你的人。什麼是三合？不是三個生肖一起玩，而是地支三合局的智慧結晶。每三個生肖組成一個能量三角，共振共生，形成穩定互助共贏的生命磁場。全年12生肖剛好分成4組三合局，每組3人互為貴人。三合源自12地支五行合局，是3個生肖之間最穩定、最強大的互助關係。屬明合，大家氣場天然契合，做事節奏同步，互相扶持明顯，唔使刻意討好都容易合拍。核心原理：4組三合局，12地支分4組三合，每組形成一個穩定能量循環，分別對應水、木、火、金4種屬性。每組貴人各有鮮明特質，適配不同場景。猴、鼠、龍、申子辰三合水局，特質：聰慧靈動，應變力強，資源整合高手。三人相遇易成事業搭檔。鼠的敏銳加龍的魄力加猴的巧思，常共創突破性成果。日常中，他們彼此提攜不設防，關鍵時刻總有人默默保衛。豬、兔、羊、亥卯未三合木局，特質：溫柔厚道，共情力強，滋養型人格。這組貴人自帶情緒穩定器屬性，兔的細膩，羊的包容，豬的豁達，讓關係如春林初盛，不爭不搶卻長情可靠，適合共建家庭、深耕教育、公益、療癒領域。虎、馬、狗、寅午戌三合火局，特質：熱血真誠，行動力爆表，理想主義踐行者。火局貴人聚在一起，像一團不滅的篝火。虎大方向，馬奔前程，狗守底線。他們未必常聯絡，但只要你開口，必傾力相助，毫無保留。蛇、雞、牛、巳酉丑三合金局，特質：理性務實，邏輯縝密，細節控與長期主義者。金局貴人是靠譜代名詞，牛的踏實，雞的條理，蛇的洞察，聯手可成精密系統，合作創業、技術攻堅、資產管理等領域，這組搭配成功率極高。簡單講，六合係靈魂伴侶，三合係黃金戰隊。每個生肖都有2個三合貴人。以下係權威對照，結合協己變方書同現代命理實踐，三合貴人真係可以幫你轉運。科學加命理相解。一、科學角度，能量共振加正向鏡影效應。心理學研究顯示，同頻之人相處，大腦前額葉活躍度提升，壓力荷爾蒙皮質醇下降，決策力、抗挫力自然變強。三合貴人就係天然同頻者，你哋思維模式、價值觀相近，相處無壓力，做事效率高，自然覺得運氣變好。二、命理角度，2026丙午火年，三合係天然調節法。2026年係丙午火年，雙火疊加，火旺易焚木，烤土，正水，令中木，虎、兔屬土，龍、羊、狗屬水，鼠、豬嘅人容易疲累，情緒不穩，而三合貴人剛好能補足五行缺口。屬馬，火太旺，三合貴人虎、木生火，狗、土收火，形成木生火，火生土嘅穩定循環，化解本命年之刑。屬鼠，水弱，三合貴人龍、土藏水，猴、金生水，自補水氣，平衡火旺帶來嘅燥熱。2026年用好三合貴人，實戰3步法。第一步，識點樣認出身邊嘅三合貴人。唔係所有同生肖都係貴人，關鍵睇3點。你同佢傾偈後，自然覺得思路清晰，壓力減少。佢嘅專長、資源、
剛好填補你嘅盲點。例如你擅長創意，佢擅長執行，做事節奏同步，合作時1+1+1大於3，唔會互相消耗，不必強求湊齊3人共。現實中遇到其中一位已屬幸運，珍惜當下，真誠相待即可。第二步，年，點樣建立穩定嘅三合關係？2026年火氣躁動，人意急功近利，三合關係最忌一見面就求幫忙，以分享價值先行。例如分享好用工具、行業資訊，主動提供小幫助，創造低壓力互動，約咖啡、參加講座、合作小項目，輕量產出，坦誠表達欣賞，同你合作好順手，好多思路都被你點醒。第三步，養，讓三合關係長久助力。持久嘅貴人關係需要3到6個微小互惠循環先穩定。一，你幫佢校對文件；二，佢介紹客戶俾你；三，你整理需求俾佢；四，佢調整策略。呢啲唔係交易，而係信任肌肉嘅日常端。三肯不等於無條件縱容，貴人關係需雙向尊重、價值共振，單方面索取只會耗散福氣。2026年三合貴人3大忌：一，問一件三合生肖就硬搭訕，尤其職場易顯功利；二，勿將對方冇即時幫忙解讀為唔係貴人，三合助力有時滯後；三，勿忽略自己主體性，貴人係推你一把，但方向同行動始終由你決定；四，忌與傷害雙型生肖長期深度合作，如鼠與馬、龍與狗等，能量對易生內耗，了解是為了趨吉避害，而非製造對立。最後總結三合嘅合是契合、合拍、合力，唔係附和迎合。2026丙午火年，找到屬於你嘅三合貴人，就係找到黃金戰隊，大家同頻共振，互相保衛，一起應對流年挑戰，事業、人緣、財運自然更順更旺。貴人不在遠方，而在你謙和待人事的眉宇間。三合不是宿命，而是你修好自己後，世界回贈的同頻回響。你嘅三合貴人早已潛藏喺你嘅生活同工作圈，睇你識唔識識別、連結同珍惜。如果你有其他想了解或者想問，都可以喺評論區講，我會一一回覆。最後記得點讚、收藏呢篇文章，方便日後翻睇。有覺得啱嘅親戚朋友都可以分享俾佢哋一齊參考。想睇更有關生肖同玄學知識，記得訂閱陳元日師傅嘅 YouTube 頻道，跟住最新更新，千祈唔好走寶啦。今日嘅玄學資訊就分享到呢度，有唔明就係下面留言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收藏，關注我陳元日，多謝各位。